99蚊有3包，99蚊有3包，一個99蚊有3包，直播落單送多一包，哇！黐線啊！直播落單送多一包 ，O 唔 OK？OK， 除翻開25蚊都唔使有一包，原本係賣緊60幾蚊㗎，咁呢一個咧。你哋收到貨，你要大概仲有2個零月食用，但係大佬話得100零包100包左右，因為佢嗰、個同事咧，即係佢公仔啦，即係擺埋咗一邊，唔記得咗攞出嚟。嗱呢一個，咁你哋有興趣嘅朋友仔自己打啦，100零包即係25個人可以打到咯，25個人可以打到。嚟下一個，落單關鍵字。EG 加1 99蚊，出貨出4包 ，EG 加1 99蚊，出貨出4包，同時幫我打埋咧1套3包，再送多一包，即係文字嗰度1套3包再送多一包，99蚊，呢個超級好食係嘛？嗱咁你哋要自己打啦呢個。即係大概係有25個人可以打到咯，大概25個人可以打到。嗱 ，EG 加1啊 ，EG 加1，哇！真係除翻開25蚊都唔使一包，機場巴士你都搭唔到。OK， 真係哇哇聲係嘛？係啦，啱啦，冇錯。EG。大概有25個人可以買到啊，100包左右。同埋呢條魚酥咧，係出邊脆啊，食落去咧，佢唔硬嘅，好鮮甜嘅呢一個。好，有食過嘅朋友自己打。不過我哋真係要多謝大佬個公仔。如果唔係大佬嘅公仔咧，我哋係冇可能咁優惠。大佬，但呢個多謝阿小魚，多謝小魚，我哋今日可以獲得呢一個優惠價錢啊！你放心，我就會屌你嘅。我哋多謝小魚啊，係啊。你放心，我屌你啊！好，嗱呢個要嘅朋友仔自己打啦。今日99蚊有4包，99蚊有4包。EG， 我睇下個關鍵字先。EG 99蚊有4包，信老闆買咗2隻，多謝。EG。EG。跟住99蚊，加油啊！呢個真係好睇，呢個又好食又平，係啦。但係真係淨係做今次，因為呢個咧講到明咧係咩啊？切入肉嘅價錢。所以我哋咪有多謝小魚咯，擺埋咗一邊，唔記得攞翻出嚟。翻嘅未完，你睇翻早幾日直播。大截單噶咯喎，零食要截單噶咯喎。應該係啊，應該要今日截啊！零食要今晚截單，即係我哋前2日嘅零食直播，前幾日零食直播係啦，今日係全部落架，冇錯係啦。多謝大佬平係嘛？大佬唔想啊，要多謝佢個公仔。好 EG 啊，好，加油努力啊，加油努力啊！好。跟住我哋到下一個嗱，大佬嘅產品你哋有咩想要，你哋都可以講啊。only free size。OK。free size。OK free size free colour。OK。OK。好 ，Winnie 又去搜羅一啲正嘢俾大家係嘛？跟住下一邊我哋買咩？同時我哋再更正一下。多謝大佬賜予我飲食，哇！感謝主喎。阿傾傾你要感謝主喎。
好嗱，要嘅朋友自己打啦嚇。跟住我哋就到下一個啦，下一個係賣咩啊？到時我跟剩咗啲嘢望一望。下一個好 ，OK 嘛呢一個係啦，我真係好好食啊！幾多錢啊？99蚊3包，買3包送1包，即係4包。冇錯。即係位你幾錢啊？25蚊都唔使，25蚊都唔使。但係其實係短嘅，同埋限量。文字都打咗噶啦，文字都打咗噶啦呢個。嗯。文字都打咗。